骨髓檢驗。陳先生7年之前確診有慢性骨髓性白血病，但係佢同好多同類病人一樣啦，係冇明顯嘅病徵㗎。咁要去到做抽血同埋做骨髓檢查，先會發現咧第9同埋第22條嘅染色體咧，佢哋係黐埋咗一齊。嗱，當基因咧係重新排序之後，就會指示有問題嘅白血球不停咁樣去生長，咁就會演變成慢性骨髓性白血病啦。嗱，以前未有標靶藥之前咧，病人平均3年之後就會轉做急性白血病死亡。就算係有得做骨髓移植手術，都會有風險。有一段時間咧，可能個病人啲骨髓咧可能會消失咗啦，咁所以可能血小板會好低，白血球會好低，所以嚟講咧喺個過程嚟講咧，亦都可能衍生咗一啲比較嚴重嘅併發症，譬如出血啊或者嚴重感染嘅情況出現嘅。呢啲標靶藥咧係一啲口服藥嚟嘅，個藥嚟講咧正正就係針對住呢一個唔正常嘅基因所製造出嚟嘅蛋白質。因為呢個唔正常基因所製造出嚟嘅蛋白質咧，其實佢就俾啲信號個細胞不停生長啊嘛。咁而家啲新嘅標靶藥咧，個標靶意思就係佢直情可以針對性阻截咗呢個蛋白質，令到佢唔好發出啲信號，去令到啲細胞去生長。咁於是嚟講咧，隨住時間慢慢耐咗嘅時候嚟講咧，呢一組嘅細胞嘅數量咧就會慢慢越嚟越少。藥物嘅副作用，譬如個人水腫得好犀利啦，會經常嘔啦，但係相對嚟講，個人係真係會精神咗啦，健康咗。標靶藥係大幅提高慢性骨髓性白血病人嘅存活率㗎。嗱，80%半人咧喺8年之後仍然都係存活。醫生話咧，只要唔好自己停藥，血癌都可以視為慢性病咁樣去醫。的而且確有啲病